寻求卫冕的世界球后戴资颖今天在全英羽球公开赛对决世界排名13的加拿大女将李文山，闪电将对手击败。台湾一哥周天成对决中国球员黄宇翔，鏖战1小时19分钟，可惜落败，无缘晋级。戴资颖过去2年都在女单称后，今年寻求3连霸，也将挑战自2007年中国名将谢杏芳后，赛史首名缔造3连霸的女单球员。戴资颖在首轮遭遇李文山，两人过去交手6次，戴资颖取得5胜1负压倒性优势，且自2014年首次交手落败后，接下来5连胜。小戴今天完全不让对手喘息，以21比12、21比15，仅花28分钟就让对手出局，轻松拿下胜利。但在男单部分，世界排名第3的周天成意外以14比21、21比16、22比24，爆冷败给世界第23的中国球员黄宇翔，止步第1轮。全英羽球公开赛总奖金10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3105万元，是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大赛，也是年度仅次世界羽球锦标赛的顶级赛事，素有小世界杯美名。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大赛整季仅3站，包括全英、印尼与中国公开赛。